五府千岁求道节原文。日期2017年8月3日。作者蔡千岁结缘。蔡千岁，我是明朝人，现在是在台北市松山区皇顺宫，奉玉皇大帝之命审查人间人心善恶，今日来此想求一条生路。虽然我是弃天神，可是我不能超生了死。上天果位快要福尽，我在人间本是钦差大人，处处帮人修桥铺路，我实在无功无德，我没有子孙，可是我有5个结拜生死兄弟，就是五府千岁。家父蔡恒杰，我排行第3，老大是萧德，老2是李明和，我是蔡志怀，老4洪建成，老5王庆宗。我自己感到很惭愧，都没有求道，只是做了好事帮人而已。上天封我受人香烟几百年福报，可是福尽也是要受轮回这个世界，而今我又没有肉体，想要求道是一件很难的事。天时又那么紧急，我向济公活佛跪了5个月，济公活佛叫我来这边显化，我跪得皮破血流，因为我不想再轮回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太苦了，人情冷淡，我如果转世也不可能得到，那时候可能道已收起来了，只要我能求道，我一定会搭帮助道。虽然我是一个弃天神，也要受轮回，我的限期已经不久了，我非常感慨，都没有遇到3期普渡，如今有3曹普渡，可是我没有肉体，你们好好哦，都有肉体可以求道，你们大家要好好珍惜，如果失去再得就难了。求点传师大慈大悲，因为灾劫一直来，我们5兄弟都跟王点传师结很深的缘，所以我们5兄弟都想求道，就来求王点传师。你们凡间的人得道，都不知道要好好修道办道，都轻看自己的性命，都不好好的珍惜这个肉体，而人心越来越坏，都有自私的心，枉费你们拜了这么个好的名师。如果你们不好好修，以后也是一样要到地狱，一样也害了你们的9玄7祖。你们是名师的弟子，大道太宝贵了，能开法会是惊天动地的，我心里感到诚惶诚恐。你们向老师开了那么多空头支票，你们凡间的事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你们实在太幸运了，能得这大道，更应该要提起勇气好好的办一番。你们都是不争气才这样子，你自己不担心，因为我们知道灾劫要来临了，你们却留恋这凡情假香，一点也不知道好好的修道办到了道，你们都辜负了上天的好生之德，都只知道认假为真，假景当作是故乡，都信科学不信鬼神，所以你们不要淘汰自己，虽然得到没有去做也是一样的，你们却苦中作乐，不知打本还原，只知食衣住行而已，假景会引诱人，所以我不想再轮回了，你们要把握3期良机，如果等到法传开了再流泪，就来不及了。种种形象都来提醒你们，你们却不知醒悟。希望点传师慈悲向老前人报告，能让我得点，我会时常出来搭帮助道。只要你们有心，我一定暗中帮忙你们。你们是白羊天使，上天的栋梁，你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职责，可是你们却都做不到，你们道心都没发出来，都对仙佛没信心，我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我只感慨，我惭愧没有肉体可以得到，你们都舍本逐末，应该要好好把握自己的生命，好好报道奉行。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们，知道没有肉体的痛苦，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根基缘分，希望你们有缘又有份，不要外表空虚，因为只有这次3曹普渡，不要等到没有的时候，你们能再有这个肉体吗？道是一时一运，没有永远有这个道，你们年轻不办，等到什么时候才办？希望你们要看重自己，我的时间也不多了，感谢老母大慈大悲，感谢济公活佛，文慈仙君慈悲，
感谢张大仙慈悲，也请点传师高抬贵手，你是有天命的人，我们都要向你跪拜，你们要拿出胆量来跨出道成的第一步，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玉皇大帝在催我了，感谢点传师各位前贤慈悲。退后记。五府千岁之蔡府千岁虽然是弃天神，没有求道，也不能超生了死。他在人间只是做了好事，死后受封享受人间香烟几百年之福报，福尽也是要轮回这个世界。没有肉体要求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，天时又那么急，六道轮回当中，弃天神远比人要高一级，然而未能生逢其时，贵的皮破血流还未必能求得到，还得老母恩准，名师慈悲方可。我们人要求道是何其荣幸与方便，不用贵的皮破血流，又有名师亲自登门拜访，尚且有被拒千里之外的情形。试想我们得此人生，又得名师真传是何其荣幸。五府千岁并非一一灵坛显化，而是由排行第3的蔡千岁率先灵坛，或许因他前世是钦差大人，且处处修桥铺路，功德较大。虽然如此，却已经在南屏山跪了5个多月，方的老母慈悯，济公活佛恩师答应于民国75年7月19日三峡洪圣坛法会时灵坛显化，祈求名师指点出路，流泪悲泣，长跪地上，哀求点传师应允。在场道亲目睹此情此景，无不为之鼻酸，热泪盈眶。